點解我哋會對過去嘅一種事物近乎病態嘅迷戀呢？點解喺呢個變幻莫測嘅年代，陳奕迅嗰首《單車》就會變成我哋最後嘅精神防空洞？如果你最近都覺得生活好攰，覺得身邊嘅一切都變得太快，今日呢一條片就係為你而設。難捨想抱緊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兒能伏於爸爸的肩膊，哪怕遙遙長路多斜。呢首歌係2001年出品嘅，填詞嘅係黃偉文。大家都知，Wyman寫呢首歌其實係想表達傳統中國式父親嗰種愛在心裏口難開嘅無奈，甚至帶住少少對父愛缺失嘅遺憾。但係好奇怪，當我哋而家30歲、40歲，收緊工、塞緊車喺巴士上面，戴起耳機聽返呢首歌嘅時候，我哋腦裏邊浮現出嚟嘅往往唔係遺憾，而係一種極度溫暖，甚至係被保護緊嘅感覺。你會諗起細個嗰陣，爸爸用單車嚟載你啦，或者放學買串魚蛋俾你食，嗰陣時無憂無慮。你會覺得嗰個年代個天都係特別藍，空氣都係特別自由嘅。但係退後一步諗下，你細個嗰陣真係咁多開心嘢咩？你記唔記得你為咗會考 DSE 溫書溫到想嘔嘅日子啊？記唔記得父母逼你去補習？記唔記得第一次失戀嗰種天崩地裂嘅痛苦呢？奇怪嘅地方就係，當我哋回望過去，嗰種痛苦、焦慮同埋眼淚，好似全部俾人 delete 晒咁樣，剩低嘅呢，全部都係美好嘅回憶。而呢一個現象，正正就係心理學上面所講嘅玫瑰式回憶。唔知大家每年尾睇 Spotify 或者 Apple Music 嘅年度歌單總結嘅時候，有冇發現一個好詭異嘅現象？無論嗰一年樂壇出現咗幾多首上榜金曲，無論啲新歌手點樣橫掃各大頒獎禮，當你打開自己 Top 10 Playlist， 排喺最前面嗰首歌，永遠都係10幾年前啊，陳奕迅、周杰倫、容祖兒或者係張敬軒。有時身邊啲後生仔傾緊最新嘅男團女團，你連佢個名都未聽過，你可能心裏邊就會自己講：唉，咩歌都唔知唱乜，都係以前啲歌好聽啲。但係大家有冇認真咁諗過一個問題？到底真係以前啲歌好聽啲啊，定係你個大腦根本唔想你聽新歌呢？其實你瘋狂單曲循環舊歌，未必係因為你嘅音樂品味停滯不前。喺心理學上，呢個係一個極度精密嘅大腦防禦機制。你唔係聽緊歌，其實你係喺度拍緊止痛藥。今日我想同大家拆解一個心理概念：玫瑰式回憶。乜嘢係玫瑰式回憶呢？簡單嚟講，就係我哋大腦其實自帶咗一種復古唯美嘅濾鏡。心理學入邊有一個相關嘅理論叫做褪色情感偏差。研究發現，隨住時間推移，人類大腦就會自動加快忘記一啲負面情緒，但係就會將正面嘅情緒保留得越來越好。點解大腦要咁做？因為如果我哋將所有痛苦、憤怒、悲傷都原封不動咁樣記住，我哋嘅精神系統早就崩潰咗啦。為咗令你可以生存落去，大腦就一定要自我欺騙，佢會將你過去剪輯成一套 trailer， 剪走晒啲爛頭爛尾啊、悶場啊，淨係保留一啲最熱血、最溫馨嘅高光時刻。所以當你聽翻10幾年前嘅舊歌，你聽嘅其實唔係歌詞嘅本身，而係大腦幫你重構緊一個完美嘅過去。我哋唔係中意聽舊歌，我哋中意嘅係當年第一次聽呢首歌嗰陣，覺得世界仲有無限可能嘅自己。嗰個時候，你唔需要供樓，唔需要面對辦公室政治，
你仲未知道，原來有啲朋友講咗再見，就真係一世都唔會再見。舊歌就係一條成本最低嘅時光隧道，一撳個 play 掣，只係需要3分鐘，你就可以短暫咁逃離呢一個爛透嘅成人世界，翻去嗰個你覺得自己仲可以控制命運嘅年代。講到呢度，我哋要討論一個更深層次，亦都係更加痛嘅問題。點解呢幾年懷舊嘅風氣特別盛行呢？點解我哋對過去嘅迷戀去到一近乎瘋狂嘅地步呢？從社會學角度去睇，當一個群體集體陷入懷舊，往往反映出一個殘酷嘅現實，就係大家對當下極度不滿，同時都對未來極度恐懼。試下合埋眼，諗下你而家嘅生活，每日起身一打開手機就係各式各樣嘅壞消息，經濟下行，公司裁員，物價飆升，身邊嘅朋友一個一個咁樣移民，原本熟悉嘅街道、茶餐廳，甚至係價值觀，都用肉眼可見嘅速度消失緊。喺呢一種急速變化嘅環境之下，現代人普遍患上一種叫做相對剝奪感，同埋存在性嘅焦慮。呢種嘅心理病，我哋覺得自己已經失去咗對生活嘅掌控權。你無論點樣 OT， 點樣進修，都好似追唔上呢個世界變化嘅速度咁樣樣。當未來變成一個黑洞，充滿住未知同埋危險嘅時候，人類嘅本能反應係乜嘢？就係匿翻入個山窿裏邊啊嘛。而過去就係我哋唯一確定嘅安全嘅山窿。舊歌嘅旋律係固定嘅，歌詞係耳熟能詳嘅，連聽完之後有咩感覺都係100% 可以預測到。喺一個完全失控嘅現實世界入邊，呢一種確定性係無比珍貴嘅奢侈品。所以我哋瘋狂咁聽舊歌，翻睇《尋秦記》，去搶張敬軒或者陳奕迅嘅演唱會飛，呢啲全部都唔係純粹嘅娛樂消費，而係一場集體逃避心理嘅自救行動。我哋試圖用過去嘅美好去抵抗現實嘅殘酷，潛台詞其實就係出邊嘅世界太亂啦，我真係搞唔掂，俾我匿埋喺首歌入邊休息一陣先啦。可能有人會同你講，人要向前望噶嘛，成日沉溺喺過去逃避現實，弱者先會咁做嘅啫。但係今晚喺呢一個樹窿入邊，我想同你講，逃避好正常啫，有時仲係必要添。你返工已經戴住面具做人，對住老細要笑，對住客要忍，你已經好努力咁喺呢個千瘡百孔嘅世界入邊生存緊。如果連喺自己間房戴起耳機聽首舊歌都要俾人批評係唔肯接受現實嘅話，咁做人又未免太痛苦啦。玫瑰式回憶雖然係大腦嘅一個騙局，但係呢個騙局係出於善意，佢幫我哋喺心底裏邊保留住一個乾淨嘅淨土。當我哋聽住單車諗起爸爸嘅肩膊，當你聽住我的驕傲諗起初戀嘅單純，一啲被美化咗嘅回憶，其實就係大腦送俾你嘅避震器，去等你知道你嘅人生唔係淨係得返工、供樓同埋無盡嘅焦慮。你曾經感受過純粹嘅快樂，曾經被深深咁愛過，你亦都曾經對未來充滿住希望。所以唔好再覺得聽舊歌有咩問題，攰嘅時候咪俾自己光明正大咁逃避一下咯。都係3-4分鐘嘅旋律入邊，你可以做翻一個唔成熟、唔需要堅強嘅小朋友。只要聽完之後除低耳機，你有翻少少力氣去面對聽朝嘅太陽，呢一粒懷舊嘅止痛藥就已經發揮咗佢最大嘅作用。今日就講到呢度。喺你心目中有邊一首舊歌係你專屬嘅避難所呢？
又有邊一首歌係陪伴你度過咗最難捱嘅夜晚？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如果你鍾意我嘅節目，記得訂閱、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嘅 channel， 記住撳埋個鐘仔。我係阿路的世界，呢個世界好荒謬，但係我哋會一齊揾到生存嘅方法。拜拜。